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士師記第18章第1節至31節，主題係但支派的偶像敬拜。作者喺士師記第18章記載，因為但支派仲未得着自己嘅地，就派人去探路。佢哋嚟到米迦屋企，認出嗰個利未少年，就請佢為佢哋求問上主，睇下行程點樣。探子去到拉益打探，見到嗰度啲人生活安逸，冇乜防備，土地又闊又肥沃，就返去向但人匯報。於是600個兵丁帶住兵器，馬上出發向北而去。但人喺途中搶走咗米迦嘅神像，以弗得同埋嗰個利未人，仲邀請佢做佢哋支派嘅祭司。米迦追上去都追唔返，只好失望咁返屋企。但人攻打拉益，用刀殺咗嗰度嘅人，仲燒咗成個城。之後佢哋喺原地重建新城，佢哋又設立偶像去敬拜，仲有利未人嘅後裔做但支派嘅祭司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士師記第18章記載，但支派雖然成功得着土地，卻設立起偶像去敬拜。咁你有冇留意自己喺成功之後，仲會唔會專一敬拜上主呢？